是避难所，我避难所，主是坚固避难所，主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为主是避难所，大地虽会改变，高山虽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战动，但我们却不害怕。唯哦，唯哦，唯哦，唯哦。牧师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顺任长老。今天圣经共读由我来分享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。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专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今天要借着诗篇121篇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经历你的保护，将时间交在你手中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我们进入诗篇121篇之前，先简单来了解它的背景。诗篇121篇属于上行之诗，是从诗篇120篇到134篇这一组诗歌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守节，例如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。他们会从不同的地方出发，往耶路撒冷上行，一边走一边唱这些诗歌，彼此鼓励，也同时表达敬拜。这段旅程其实并不轻松，路途遥远，有时需要翻山越岭，途中可能遇到强盗野兽，也可能遭遇炙热的天气、寒冷的夜晚，甚至于还有身心的疲惫与不安。因此，这些诗歌不只是敬拜的诗，也是信心的宣告，是在困难中对神的依靠。所以当时诗人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很可能就是在旅途中看见前方的山，心里发出一个真实的问题：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而诗篇121篇就是在这样的情境当中，带出一个坚定的信心宣告，真正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上主而来。今天我们每个人人生其实也像一段上行的历程，不是吗？我们也会面对压力、不确定与各种挑战，有时候甚至会迷失方向，不知道该在哪里走。但这段诗篇提醒我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神仍然一路的看顾，一路的保守我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1到2节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诗人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很真实的问题：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这不只是他的疑问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挣扎。当环境压力临到，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是靠自己，或者寻找人的帮助，譬如朋友、家人、资源、能力等等。这些帮助当然不是不好，但我们都有它的限制。人的能力有限，环境也常常变动，有时候即使很努力，仍然没办法来掌控结果。诗人选择把眼光转向神，他不是否定现实，而是在现实的当中做出一个信心的选择。他宣告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他强调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也就是说，这位帮助我们的神不是有限的，而是全能的。
他掌管万有，他看见一切，他有能力介入我。当我们愿意把焦点从问题转向神，我们的心就开始被重新调整。我们不再只是看见困难，而是看见那一位比困难更大的神。当到有一段时间，其实我也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，一直想靠自己解决，结果越想越焦虑，甚至晚上也睡不好觉。后来我开始学习先祷告，呼求主，把事情交给神。虽然问题没有马上消失，但我的内心却慢慢能够平静下来，也开始看见一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出路。那时候，我更深深的体会，帮助真的不是只靠自己，而是从神而来。第二段我们要看第3节、第4节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神的保护是持续且不间断的。人会疲倦，会分心，会忽略，但神不会。他不打盹，也不睡觉，代表他时时刻刻都在看顾着，不叫你的脚摇动。意思是神使我们在行走的路上能够站立的稳，不至于跌倒。这不只是身体上的保护，也包含我们在生命中的方向与前进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孤单，好像没有人帮助，但其实神并没有离开，他可能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工作，为我们预备道路，甚至拦阻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危险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是在事情过后才发现，原来那件事情没有发生，是神的冒险，或者那条路没有走，是神的引导。神的保护不一定每次都让我们立刻看见，但他从未停止。当我回头看过去的一些经历，我就会才发现，有些原本可能会更糟的情况，其实已经都被神拦住了。当下我并不知道，但后来回想起来，才明白，原来神一直都在保护着。这也让我学习，在还没有看见结果之前，先选择信任他。第3段5到6节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这里提到白日与夜间，代表的是任何时间、任何状况，神的保护不是局部的，而是前前后的。在你右边荫庇这一句话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非常亲近的。右边通常是人最有力量、最重要的位置，表示神不是远远看顾，而是贴近我们的生活。白天可以象征外在的压力，例如工作、课业、人际关系等等；夜晚则象征内心的状态，例如焦虑、害怕、孤单与不安。很多时候我们白天看起来很正常，但一到晚上，内心却充满各种声音与压力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神不只看顾我们外在的环境，也关心我们内在的气氛。我们可以把那些话说不出口的重担，那些反复出现的焦虑，都带到神的面前。他不只是解决问题的神，也是安慰人心的神。当我们把内心交给他，我们会慢慢经历一种超越环境的平安。最后我们来看第7节到第8节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2节圣经也是整篇诗的总结，也是最完整的一集。
忍受一切的遭害，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困难，而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中，神会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至于被击倒，特别是我们的信心与属灵的生命。你出你入啊，代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无论是工作、家庭、学业、无事，神都在其中看顾着我们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则让我们看见神的保护不只是暂时的，而是持续一生，甚至直到永恒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稳，我们不是孤单走人生的路，而是一直在神的看顾之中。最后121篇提醒我们总结3件很重要的事。第一件，我们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。当我们感到无助的时候，可以学习把眼光从问题转向神。第二件事情，神的保护是不间断的，他不打盹，不睡觉，即使我们没有察觉，他仍在工作。第三件事，神的看顾是全面且持续的，从外在到内在，从现在到永远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无论现在正面对什么困难，都可以再次把眼目转向神。当我们愿意仰望他，就能够重新得力。愿这一段诗篇成为我们的力量与盼望，即使环境动摇，神的应许依然坚立，即使前路不明，他仍然引导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位时刻保护我们的上主。当我们软弱焦虑、没有方向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抬头仰望，让我们不只是头脑知道你会保护我们，更是在生活中真实来经历你的同在，是吧？求你保守我们的家人以及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无论白天黑夜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有从你而平安，将我们的出入、我们的未来都交在手中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